走路唔好彩俾小車撞傷之後，醫療費可以用醫保嚟報銷呢？喺日常嘅生活中，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當行人被小車撞傷之後，關於醫療費是否能夠通過醫保報銷嘅問題，好多人存在疑問。我哋將結合相關嘅法律法規以及政策，對此問題進行詳細嘅分析。一般情況下，醫保係唔報銷嘅。根據社會保險法嘅規定，應當由第三人負擔嘅醫療費用不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嘅範圍。當行人被小車撞傷嘅時候，呢種情況係屬於應當由第三人負擔嘅情形，即係肇事者應當承擔相應嘅醫療費用。因此，一般情況下，醫保基金係唔會對呢類嘅醫療費用進行報銷嘅。但係有特殊嘅情況，醫保可先行支付或者報銷部分嘅費用。係邊啲情況呢？第一，肇事者逃逸或者冇辦法確定嘅。如果事故發生之後，肇事者逃逸或者冇辦法確定肇事者，導致受傷嘅行人冇辦法從肇事者處獲得賠償。呢個時候，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可以先行支付相關嘅醫療費用。等到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實際完成支付之後，呢個機構就具有向第三方追溯其所承擔部分嘅責任同埋權益。第二種情形咧，行人咧承擔部分嘅責任。如果喺交通事故中，行人自身亦都要承擔部分嘅責任，那麼行人自己應承擔嘅嗰一部分嘅醫療費就可以由醫保嚟報銷。例如，經過交警部門認定，行人同埋肇事者分別承擔事故嘅次要責任同埋主要責任，那麼行人自行承擔嘅醫療費用嘅部分可以按規定通過醫保嚟報銷。第三種情形，行人負全責嘅。如果經過認定行人對呢個事故係負全責嘅，即係傷害嘅原因係行人自身嘅過錯造成嘅，那麼這一部分醫療費用並不屬於不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範圍嘅情形，醫療保險部門必須對醫療費用進行報銷。綜上所述，當行人被小車撞傷之後，醫療費用一般嘅情況下係唔能夠通過醫保報銷，應當由肇事者嚟承擔。但係喺肇事者逃逸或者冇辦法確定行人承擔部分責任、行人負全責等特殊嘅情況之下，醫保可先行支付或者報銷部分費用。